这是来看上帝话，记载新约圣经以弗所书，第一章17、19节。台语汉文是219页，剩下拢看音幕。现着我来读。求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，永光的爸，赏赐恁智慧启示的神，来亲捌上帝。恁的心捌得到光明，互恁知伊调人所仰望的是怎样，伊的业伫圣道中阳光的铺到怎样，搁知伊的权能向伫咱遮的信的人大到怎样。过来看一位第3章20，嘛是以弗所吼，第3章20节。上帝会行做满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，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。圣经读到遮，这时请咱本堂的题目师来正道。伊要讲的题目是丰盛生命第5，结连上帝的能力，结连上帝的能力。咱同心来祈祷，主要听大家拜上帝，阮感谢你的带领，互阮平安经过一礼拜。佮感谢伫主日的时阵，阮有福气会当来敬拜你。但今仔日是中秋主日，阮要纪念约伫2000年前的时阵，主耶稣到伫耶路撒冷的所在，是荣光富贵，因为侪人伫遐用和散那、和散那伫遐咧欢迎伊。但是伊知伊的任务，伊毋是要来做王，伊是要为着世间人的罪，伫迄所在的受难，定时里价要留保费，因为要带来毋望伫阮中间。阮来纪念主你早时安怎为疼世间人的牺牲。阮感谢伫即个中秋主日，阮搁伫你的面前来敬拜你，求主你赏赐阮每一样谦卑、敬虔、顺服心来领受你的话语，赏赐阮有属灵的智慧，开阮的心门，互阮会当明白。愿咱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咱今仔日是中秋主日，咱为今仔日开始进入到伫受难周。受难周中间是要互咱来纪念主耶稣早时安怎为着咱世间人，伊道成着体到伫地面上，伊毋是要享受荣华富贵，伊伫这所在是要为着咱来受难，佮留保费来洗咱的罪。咱的道，咱台顶即个道君，咱有缀即个节旗伫遐咧兑换。今仔日是即个紫色，紫色的是代表是一个高贵，主要所用的高贵的性命，为着咱世间人来牺牲。当伫来即礼拜中间，咱伫周报顶头写，咱毋望当用怀念、感恩的心纪念主耶稣为着咱牺牲，甲伊的疼。咱尽量无参加什么宴乐，然后到伫拜5的时阵，咱三角来参加即个圣餐、受难日圣餐的即种礼拜。然后咱因为甲主耶稣经过即个受难的周的时阵，咱伫后礼拜日，咱就要用欢喜的日子来进入到伫过活节。相信咱若经过甲主经过即个受难的即段的时阵，你才有办法迄种真正欢喜伫过活节的时阵，伫迄所在来享受迄种过活的即种喜乐伫咧。那今日我要和大家各位来三角来思想的题目是讲，互咱丰盛生命进到伫第5讲伫咧。主耶稣伊带来上帝的心意，就是要互咱每一个人拢会当有一个丰盛的生命。这就是主所早时所创造咱的时阵，要甲咱会当互咱来享受到伊所创造的宇宙的一个应允伫咧。当咱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常常发现讲，咱的生活中间有所欠缺，过了嘛真辛苦，敢若无办法有一个真丰盛的生命伫咧。虽然伫过去已经讲到今仔日是第5讲，伫遮咧所讲起的时阵，第1讲的时阵，咱就讲到讲，咱有一个梦想，还是咱有一个期待，会当实现袂？当然会当。当你即个梦想甲你即个期待，你若甲主参甲结连做伙的时阵，伊就一定会实现，因为毋是咱的，是上帝的。
伊要互咱实现伫咱的心上。即个梦想，即个期待是啥物？伊是爱一个真清楚、一个真正面的，佫会当用上帝眼光来看，毋是用咱的眼光来看，佫会当不断来信靠着主的即个恩典，伊要祝福伫咱的心上。这是咱头一讲所讲的。安尼是咱过着一个丰盛生命。第二是讲，咱有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，就是咱每一样所创造的是上帝所创造独一无二的，是照着伊的形象伫迄个所创造。但是咱受到咱的社会、咱的环境污染以后，咱已经毋是真做早时上帝所创造迄个我，所以咱来褪去旧的我，旧的即个行为拢总爱要无，咱就真做一个新造的即个人伫咧。即个新造的人的时阵，咱就开始来接纳上帝所创造的即个我，原来的我，搁伫迄个所在，咱来定根伫上帝话语，上时咱来进入伫教会即种共一款信仰的即种团体中间，继续受到鼓励，受到造就，然后咱就当过着一个丰盛的生命。第三讲，咱讲，咱要选择合伫上帝心意的即种思想伫咧。咱在咱现在的表现，其实就是咱以前，咱的行为就是以前的思想。所即个结果伫咧，所以咱现在思想就要影响到咱未来的即种行为伫咧。所以咱应该爱有一个丰盛生命时，咱就要选择要下伫上帝心意的思想。迄个思想是啥物？是一个积极正面的思想，是一个公义圣洁的思想。这拢是上帝即个心意伫咧。咱就要去相信，咱来照安尼行时，上帝应允。特别到伫咱的中间，迄个相信应允的即种思想伫咧。那伫顶回咱讲到，咱就要袂记咧背后，努力伫面前头前的代志，因为咱每一样拢有一寡错误伫咧，咱毋通有即个错误伫咧，甲咱拍败去，然后咱去填满着伫咧。所以咱就要谦卑伫主的面前来承认咱家己的软正，咱袂活伫过去即种后悔中间，咱颠倒爱进到伫上帝伊的祝福中间。咱要有即个信心伫咧，因为上帝要祝福伫咱。即个信心是啊，毋是过去只是有信心，是永远有一个信心是，迄是一个现在式伫咧。所以咱的即个生活态度，就是毋通互过去即个物件来填满着咱的现在以及咱的未来。咱来选择每工拢是上帝所祝福喜乐的日子，咱就爱伫活伫迄个对未来有即个毋忘的期待中间。这个是咱过去所上的即个4个课。讲上帝要应允，互咱有一个丰盛的生命。我毋知你伫过去这中间，你有感觉你的生命感觉有真丰盛伫咧无？还是你犹原搁伫咱世俗的这种填满中间，为着咱的咱的工作，为着咱的食，为着咱其他的烦恼啊？毋是？你有倒转到伫主的面前无？咱来注意看因，这4讲中间，拢总是咧讲着咱家己爱努力的部分。所以伫这所在，咱伫遐咧讲。讲咱相信用上帝要互咱来享受丰盛的生命，所以咱来期待甲上帝结连的这种梦想会当实现。咱就要用新造的我、新的人，选择下伫上帝心意的思想，佮会当袂记咧背后努力面前的生命态度去努力。但是要问讲，是毋是安尼真正会当享受丰盛的生命？咱毋知有感觉讲到目前为止，这4个拢是咧讲到咱家己的努力，靠咱家己的努力敢有够噶？上帝应允，上帝祝福，上帝的能力到底伫倒位？还是伊互咱的话语是啥？其实今仔日圣灵节就是咧讲即个部分。咱是要思考的是讲，咱要安怎甲上帝即个能力会当伫遐来结连做伙？咱来看今仔日即个金句。头一个是伫《以弗所书》第1章第17节到18节，伫这所在我邀请咱做来读一遍来。求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。阳光的爸，赏赐恁智慧启示的神，来亲密上帝。恁的心目得到光明，互恁知伊吊人所望的是怎样。伊的业伫圣中阳光的不有到怎样，搁知伊的权能伊的人大到怎样。伫遮甲咱讲。上帝要照着伊的圣心，这个圣心是啥？赏赐人智慧甲启示的神，赏赐互咱要创啥？互咱真捌伊，
真捌上帝，真捌伊的什么代志，只有三项代志。头一个就是讲，通知影讲，伊吊人所仰望的是怎样，就是讲咱有仰望着，这仰望非常的大。你若捌上帝了，你就知影，因为圣经中间拢咧讲到即个应允。第二个要知影啥？知影讲，伫即个圣道中，应光的布有到怎样？上帝祝福，上帝应光到伫咱中间是咱想袂到遐尼大滴咧。第三，要咱知讲伊的关联，伊伫咱信的人会大到怎样？伊的关联要到伫咱所有相信伊的人身上，这是即个圣经在互咱的应允伫咧。上帝伫咱要有丰盛生命中间，伊安怎来帮助咱？透过圣神，这圣神互咱会当启示，互咱有即个智慧伫咧，通知影这个代志伫咧。今仔第二圣经节是以弗所书第3章20节，来咱做来读。上帝为行做盘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，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的关联。这个圣经节伫咱的百里读经内底第12句的所在吼，就是咱来背起来部分。只甲咱讲上帝啊，伊的迄个伫伊咱的即个关联。伊运营伫咱的即个关联，即英文讲 the power， 就迄个气力、迄个能力，即能力安怎？要行做伫咱心中是盘给一切所求所想的。法古办讲，神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哇！你有感觉上帝即个关联，若甲我做伙，毋知偌好。咱来当甲上帝即个关联，若结连做伙，是毋知偌好。原来咱要过一个丰盛生命，毋是咱干那咱努力就够，咱需要结连着上帝的即个能力伫咧。所以伫即个咱要三个来学习者。头一个咱先来看讲，甲上帝的能力结连做伙的意义到底是甚么？以斯拉第7章的第6节的所在，伫遐讲，即个以斯拉对巴比伦将来对伫耶和华。以色列上帝赏赐摩西的律法，伊是敏捷的经学师，王准伊一切所求的，是照耶和华伊的上帝的手帮助伊的。法古办讲，这个以斯拉是一个敏捷的文士，精通耶和华的律法。然后讲，伊向王所求的呐，王拢准伊，因为耶和华伊的神的手帮助伊。对意思啦，咱来看伊讲，原来你若要甲上帝即个能力做伙，就是啥？就是要上帝手来帮助你啦。上帝手要帮助你是安尼，因为你精通，因为你非常识上帝的话语，所以甲上帝的即个能力的结连意义，就是伫个所在。头一个你爱非常熟悉上帝即种律法伫咧，因为安尼你才会当捌上帝。上帝是和咱是属于创造的，所以伊若无启示互咱。咱要哪会当捌你？咱无办法捌你。你要安怎捌你？你得透过一本圣经。圣经是上帝话语，上帝照着人伫迄个所在写出来，要甲伊的心意，甲伊的本身显明，互咱知影。所以照着上帝即个启示的时阵，你若读了非常的熟，你才有办法真正来熟悉伊。真正熟悉伊的时，伊的手就会帮助咱。意思就是讲，咱甲伊的能力就三个结连做伙。原来甲上帝的能力结连做伙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爱真捌你所熟悉的神，你有真正捌你所相信这个神无？还是你的理智知影讲，我知影有一个上帝，这个上帝创造宇宙，所以我爱相信伊。但是伊到底是倒一种的上帝？你知影伊的属性是甚么无？你知影伊是一个公义的上帝无？你知影伊是一个怜悯的上帝无？你公义甲怜悯中间两个要安怎互相冲突？要安怎伫迄所在来实现出来？你知影上帝安怎做无？你知影上帝是一个倒一种的上帝？你有真正捌伊无？你真正捌伊的时，伊的手才有办法来帮助你，才有办法甲你三个来结连。所以，刷落咱要来知影讲，我要安怎甲即个上帝能力会当结连做伙？头一个，咱来建立信心。伫新约中间，咱常用看见主耶稣将即个信心做即个议题伫遐来谈。当人有边来找伊的时阵，记载伫马可福音第9章的所在，伫遐讲有一个伊个囡仔是去互即下教的鬼甲附身着。即下教的鬼的附身常常苦楚伊即个囝，
或是落落火，或是落落水内底，互伊的肉体受到足侪伤着，所以伊来向主耶稣讲，主耶稣讲，你相信没？相信伊会得救。伊讲我信，但是我信无够，求主你帮助我。主耶稣伫这所在安尼甲伊讲，耶稣甲伊讲，怎样讲？你若话啊，有信的人，逐项拢话；有信的人，逐项拢话。所以耶稣甲咱一个重要功课的，你要甲上帝的能力结连做一下呢，因为你的信。所以你要先建立这个信心。耶稣常常用信心来回答人向伊所求的。有人来求上帝甲主耶稣甲伊医病，伊讲啊，你的信救了你，毋是啥物原因，毋是我互你的药啊，啊，毋是啥物叫这个医生来帮忙，无，因为你的信就救了你。所以耶稣常常用信心来做回应的人。伫马可福音佫记载这样代志，耶稣倒到伊的这个家乡的时阵，因为遐个人自细汉就看耶稣长大，啊，即个就明明迄个约瑟，迄个做目光迄个囝，即哪有啥物通好药？因伫迄个所在就无相信耶稣。迄个所在伫马可福音第6章第5节安尼讲，伊伫遐袂得行什物关联。耶稣因为伊厝内的人，伊个家乡的人无相信伊。伊煞无办法伫遐行伊的关联出来，所以即个信甲即个能力是有非常大的即个关系伫咧。耶稣伫即个伊学生伫加利利海当着即个风影非常惊吓的时，耶稣甲即个风影平定了的时阵，倒转来问伊学生是问啥？毋是讲恁咧惊啥物？伊伫迄个所在，伫路加福音第8章25节，伊就甲伊学生讲：恁的信伫叨落？恁的信伫叨落？原来安怎？你若惊吓时，你就起因魔鬼啦。魔鬼上个咧爱咱惊吓，惊吓时，哇，就互你一寡避风，互你一寡啥物路，你就乖乖安尼去行。迄个时阵，你真容易就是去受到伊的迷惑去啊。但是你若有信心的时，你就得到上帝的欢喜。以弗所书第11章的第6节讲：世事无信，就袂为互上帝欢喜。世事无信。就袂为互上帝欢喜。倒边来讲是安怎？要互上帝欢喜，就爱有信。要互上帝欢喜，就爱有信。所以咱为什么要建立信心？建立信心就是要互上帝来欢喜。你才有办法甲上帝的能力伫迄个所在来结连做伙。所以咱通知影讲，信心甲能力的关系是非常的这种密切伫咧。有信心，你才会当有能力，你才会当经历着能力。主要说嘛，甲这伊学生讲，你的信心若参像挂彩纸遐尔啊细，你若讲这个山要刷到迄个海呢，伊就刷过去。原来这就是信心，但是信心是啥物？信心是经历了上帝的这个大能，会上个重要一个部分。信心毋是咱咧讲的毋茫，咱常常讲，哦，我有信心要安怎？迄个是你的期待，你的毋茫。迄个毋是咱伫信仰中间讲的信心，有可能是讲你相信啊，咱讲的信心是讲 faith， 英文讲 faith 哦，是迄个信心是啊，是重点就是伫伊的对象甲伊的中心是啥物？信仰中间的信心的对象甲中心是咧讲上帝，毋是你。你会使讲我的病毋茫，我会当得到好。但是我会让有信心讲，上帝若看做我的病得到好是上介好，对我上好的时，我就有这个信心伫咧。我相信上帝教伊看做上好，伫迄个所在来实现伫我的身上。这个才是信心，毋是讲我所想的就要来存做一个信心。所以信心呢，伊是挖过上帝。信心要为倒来，原来就是对上帝话语来。罗马人书第10章的17节来讲。安尼信是出伫听，听是对基督的言语。你变在当相信，因为你听到，听到什么？听到上帝话语啊，毋是听到其他凊彩人咧讲的。为什么讲上帝话语这么重要？这本圣经已经2000多年啊，无改变。偌济人想要甲伊要推翻过，无一人会当改变，因为伊是真理啊。不管是倒一个时间，倒一个所在，拢总成立。所以你在相信，这就是上帝话语。咱最近咧推动，咱毋茫有即个百日读圣经，所以咱有若参加的人拢有一本伫咧。这后壁一个实例价，这围计拄好100个价啊
即个家讲，毋茫咱伫100日中间无停一直读圣经，不管是照着你原来的即种进度，还是看着新眼光，还是看着别个即册，拢无要紧。逐工有看上帝话语就好，嘛毋是讲这100天煞咱就免读啊。只不过用这100天做一个开始，互你知影讲，每工读圣经无遐尼难。为什么要读圣经？直接甲因讲，你读圣经，你才有迄个信心。信心为倒来？是照着上帝话语来。这话语是经过几千年来拢总无改变的，证明讲这真正就是上帝话语。所以你免有信心，你有信心就是要透过上帝的这个话语伫咧。我毋知你有参加无？你若无参加，因为顶回阮开会时嘛，讲着讲，当有人半中间要搁参加通啊毋通，咱要也想着讲，嘛是爱定一个时间呢。所以就定到讲顶礼拜，定到即礼拜17是最后一天，就是顶头即个所在已经煞。下骹即所在你若参加，恁囡仔来报。安尼以后是咱就无要搁来分一本互你，但是安怎你会使开始读啊？这只不过是要鼓励恁会当读圣经尔啦。因为读圣经有遮尔多的好处，因为你知迄是上帝话语在甲咱讲。信心为倒来？伫上帝话语来，咱看即个彼得，伊行伫海面上，伫即个有风影非常大的时，耶稣为水面中行来，伊看见的时，伊就伫遐看见是耶稣的时阵，伊就伫遐讲：我会当到伫你迄个所在袂？耶稣请伊来时，伊就跳落去就行。头前咱看到耶稣伊看见时，彼得看见耶稣，伊就有信心嘛，伊就当伫海面上行。然后行到一半时，看到风影非常大时，伊看到风影，伊才起惊起来，差一点啊沉无水来。主耶稣牵手甲伊救起来。所以咱要看伊讲，他讲咱的信心是用看的，还是用啥？咱要知影为上帝话语来，然后佮刷落去信心啊，是看，还是对即个所信的？咱看伫即个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7节，伊安尼讲。因为阮得行是对信，毋是对所看。原来咱伫世间，咱咧做代志的时阵，咱要有气力的时阵，咱毋是对咱所看见的，咱是对咱所信的。咱目睭所看见的，常常会甲咱错误的这种信息伫咧。咱所要伫的，乃是真正对咱所相信的，伫遐做基础，才袂受到咱的世俗的这种伫遐来迷惑咱。袂迄着咱信心是完全针对还未看见的、还未实现的，才叫做信心。那已经看见，佮实现，迄毋是信心，迄都已经看见啊。希伯来书第11章的第1节，伫遐讲，信心就是所仰望的实在，未看见的会凭准伫咧。所仰望就是还未实现，未看见嘛是还未实现。你有迄种确信，你有迄种把握的时，这才是这个信心。用对，我嘛需要这种信心。但是要安怎来建立？要甲咱讲，为即个头一项，你为小事都要伫遐来学习安怎来信靠上帝。然后咱就透过所看的圣经以后，即甲咱讲遮尔侪应允，咱个行出来。然后你就当伫这行的中间，你体验着上帝应允伫你的心中。信心毋是伫咱非常大的大项代志时，才伫迄所在来显的。毋是像讲彼得要行海面时，才需要信心。伫你平常时中间，你有常常去倚靠着上帝。咱感觉讲，咱要读圣经要创啥物？咱来祈祷，咱来灵修，这要创啥物？这就是要伫迄个所在来体验，因为这是主甲咱爱来做啊。我会当甲主有一个结连做伙。我要知影上帝应允伫啥物，然后我就倚靠伊。倚靠伊的时候，你就讲你的性命就得到非常丰富伫咧。主日礼拜应该来礼拜，还是应该要去参加什么活动？我中间敢袂当去瞧一个较好势，我来礼拜较早的，然后我就会当去参加别项。这种是一种选择，这是一种小事，毋是大事。但是你对这个事顶面，你就伫遐来学习的时候，你就知影要安怎来倚靠上帝，你的信心就伫遐来建立起来。教会中间需要足侪人来服侍咧，有人甲你邀请服侍，啊，我感觉互别人服侍较好咧。我无气力，我有时间无够，我有足侪理由甲伊讲，我无办法服侍。但是咱教会有超过一半的人咧服侍，这人安怎？伊愿意伫小事顶面学习来倚靠。我知影我时间无够，
我知影我气力有限，我知影我能力有限，但是我若有这种较无的心，愿意去服侍人，上帝就祝福伫我的心中，你就去体验到什么叫做信心。因为你倚靠着上帝，你感觉本来袂当的，你颠倒都会当的。因为你的信心啊，实际的去操练的时候，你就愈来愈勇壮的。雅各书第2章的17节嘛，甲咱讲，安尼信若无行，就家己是死，就是无行为的信心就是死的。所以毋茫讲咱拢会当结连做伙，咱要得到甲上帝能力结连做伙的时候，头一项就是建立信心。因为安怎？因为透过安尼会当得到上帝欢喜。这上海基础，上帝若无欢喜，伊要安怎将能力和你结连做伙？要安怎互你开来的？无办法嘛。第一个是咱来建立信心，第二，咱来继续伫迄个所在来祈祷，这个是一个动作。你安怎有信心的时候，你安怎甲上帝结连做伙呢？有信心，啊，就要加上常常继续来祈祷。因为主若要想出什么互你的时，是透过你的祈祷，透过你伫遐来求。马太福音第7章第7节到第8节讲：求就互恁，找就拄着，拍门就甲恁开。这三个是三个动作，表示讲咱人要就近主，咱需要主来帮助你，咱有这个动作出来。这动作是啥？对咱来讲，上简单就是祈祷。求就互恁，找就找就拄着，拍门就甲恁开。这三个动作代表讲，咱的这种动作伫咧，咱的这种脚步伫咧。你若无常常祈祷的时，你就袂办法去体验着。其实，咱有3种人呢，无啥可能会当去结连着上帝的能力。头一个就是伊所有的代志拢靠家己，伊感觉无需要上帝的这种帮助，特别是遐无信论的人，伊感觉世界无一个上帝。逐项代志拢嘛是我，我的事业的成功嘛是我，失败嘛是因为我，所以这拢甲别人无关，拢是我家己一项。哦，你看今仔日我会当事业遮尔好，这拢嘛是我家己一项努力出来。敢有影真正是安尼个？你若无其他上帝赐福，无这其他环境，无别人的这帮忙，无这其他促成做伙的时，你敢有可能伫遐来成功？伊是感觉伊凡事要靠家己的时，你自然就袂当得到上帝这种能力的帮助。第二，你感觉上帝逐项代志拢知影，所以我无必要甲伊讲，伊自然就赏赐互我，伊就无伫遐祈求。拄则马太福音甲咱讲呐，求就互恁，找就拄着，拍门就甲恁开，拢还有动作的呢。但是伊感觉无必要，上帝拢知啊。你若交做父母甲囝儿中间互动，咱嘛知。咱知影囝儿需要啥，伊若无讲，你嘛袂去互伊。你会感觉，当伊开喙的时阵，我就要来帮助伊。若无这中间，你就感觉伊需要伊家己去训练伊的家己。第三是讲安那，你伫遐祈求的时阵，你无继续伫遐祈求，啊是讲祈祷煞，啊就真好，这剩的就是上帝该做的代志，已经毋是我啊。你无真认真甲较无伫遐来困求，这你嘛无办法伫迄个所在。来得到这个上帝这个能力气力，三甲来结连做伙。咱毋通袂记哩讲，咱的上帝是一个回应祈祷的这个上帝。伫马太福音第7章的11节所在，伫迄个所在安尼讲：恁遮的虽然歹，犹佫会晓得用好米互恁的囝儿，何况恁伫天里的爸，竟无要用好米互伊的人，求伊的人嘛，求伊的人。好米要互什么人？互向伊来求的这个人伫。所以第二，头一个建立信心是代表讲安那，我要得到上帝欢喜，我才当结连着上帝气力。第二，我要继续来祈祷，是代表我的较无，我需要上帝，代表我的谦卑，代表我的软正，所以我需要上帝你来帮助我。第三，咱来好好来善用这个咱遇到困境的时阵。因咱人无论偌成功，咱常常面对真侪挑战、征战、甲不如意的时阵，这困境毋是上帝所降临落来，毋是上帝叫代志发生伫咱身上，但是是上帝允准伊发生。为什么？要互咱来学习的功课。你可能遇到一寡困境，不管是你的事业方面，不管是你的身躯的健康，不管是恁厝里人遇到什么代志的时，上帝允准这代志，因为上帝掌管万项事啊。阮阵这代志的时阵，上帝搁伫哥林多前书
第10章13节讲，所有加伫咱身上的，拢是咱会当担得起的。若无，伊就甲咱开另外一条路；若无，伊就安那想出恩典互咱，互咱有气力去抵挡着。当你互咱会当抵挡是要创啊？就是要互你成长。要互你搁一摆搁伫遐愈来愈强，愈来愈得着成长，你的身心灵拢会当得着成长。咱感觉讲，敢若咱遇到困境，敢安尼甲？耶稣伊嘛遇到困境啊！耶稣要出来传道，你人生受到即个试探，试探了的时阵，圣经记载是安怎写？路加福音第4章13节，伫迄个时代讲，魔鬼已经尽逐项的刺，就暂时离开伊。法务办讲，就暂时离开耶稣。魔鬼只不过暂时离开耶稣那呢？耶稣整个生涯中间，继续咧试探，继续伫遐咧挑战耶稣的。咱嘛是常常安尼，但是主像是上帝允准这样代志发生，要安怎？互你透过魔鬼的这种挑战的时候，你愈来愈勇壮，你愈来愈唔惊伊的试探，你愈来愈袂受到伊的这种迫害的咧。这就是你得成长起来。上帝嘛，照着这种方式，伫迄个所在要祝福伫咱的心上的咧。咱只有伫逆境的时阵，咱较会当显露着讲，咱需要去对付的是什么，以及咱的缺点到底是什么。真可能是咱的态度唔对，真可能是咱的动机唔对，甚至咱嘛无去坚持着，咱甲即个世俗已经妥协去，已经妥协去啊。无想到迄个上帝所意爱迄个公义是什么？咱已经袂记了，感觉啊，安尼嘛好啦，无要紧啦。但是明明就违背咱圣经的价值，是要安怎？安尼是常常会互咱遇到即个困境伫咧。甲咱讲，遇到这个代志发生的时，是要互咱倒转过一摆看看，咱啥物骄傲？咱啥是无够谦卑？咱啥物逐项代志拢靠咱家己？咱啥物所做内底是无应神逆人的咧？是只有你的伫我那点。这些代志拢是透过逆境中间，要互咱伫遐来学习的即个功课。圣经嘛甲咱讲，咱来当着试炼甲困境的时阵，上帝爱毋通掠做是奇怪，颠倒爱伫迄个所在来欢喜，因为耶稣陪伴着你。伫彼得前书第4章的12节到13节底下讲，所听兄弟啊，伫恁中间所有亲像火的试炼，恁毋通奇怪伊，独就因为有份伫基督的艰苦来欢喜，互恁也伫伊阳光显现的时欢喜快乐。哇！咱若遇到困境的是安怎？咱来欢喜安怎？因为耶稣陪伴咱，陪伴咱是要照着咱所遇到这困境的时阵，咱伫迄所在得到重新伫遐造就起来，要互咱会得到清洁，得到圣洁起来时，互咱带咱到一个新的种境界去。咱若经过。咱若太赢这试炼，赢过这个困境的时阵，咱就进到伫无共款的一种暂处伫咧。咱看大鼻王伊对这个方面的经验是啥？是诗篇第31篇的第15节，伫这个所在，伊伫遐讲：我的造物伫你的手，求你救我脱离我的对敌的手，以及困住我的人。伫这个所在写无遐尼明，伫法务办讲：我终身的事在你身上。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。英文内底是讲呐 ，my times， 佮加一个 s 的。time 本来就是一个中性的，这时间无迄种 s， 但是写一种我所有的一生，我所有的事，我的这个忠心，拢总挖靠伫主你的手中的咧。所以连包括困境嘛是，包括伫逆境的时嘛是安尼。咱来知，咱的上帝是无受到这种自然律的这种限制的咧。伊只不过是咧听候合伊的这种计划中间上较适当的一些时间。咱毋通就是讲代志无发生的时阵，是因为上帝无听咱，伊是咧听候。所以伫遮甲咱讲，你若看袂到伫你上帝伫你的生命中间咧动工的时，真可能两个原因。头一个原因是啥？你所求的无下伫上帝心意，还是你所求的是安尼？但是上帝要互你更大，所以你感觉无照着你的意思来行。第二是咱还未准备好，毋是上帝还未准备好，还是时间还未到。拢有这拢是只有这两个可能伫咧。
所以咱若当着讲，咱会当着困境，咱向上帝来求。听咱讲求，你就要得到啊；拍门，你就要甲你开啊；找也要找到啊。啊，咱会无倒转来想看觅啊？啥物我咧祈求的，我咧找的，啥物是无下伫上帝心意？然后我啥物是还未准备好，所以上帝咧等我，毋是我咧等上帝。上帝随时拢准备好，上帝随时知影啥物对你是上界好的。所以伫即个困境中间，咱若好好来当运用神，咱会当去思考，咱会当检讨，这是非常真好的机会，互咱会当伫迄个所在来经历这个事伫咧。这是第三，咱来把握迄个机会伫咧。第四，咱来活出咱的命定。命定是较法务版咧讲，就是活出你生命中间的即种注伫你生命中间的迄个计划、迄个目的伫咧。咱人活伫世间是要创啥物？是要行出来主爱咱活出来即个目的的任务的。所以命定的意思是啥？就是上帝为着咱所准备的即个计划伫咧。以弗所书第1章的11内底讲，点伫伊，咱也诚做基业。即个基业就是即法务版讲是基业，啊，就是咱遮所讲的即个计划。上帝当初创造咱的时，迄个目的到底是啥？咱每一人出世，毋是偶然的，嘛毋是意外，毋是即种臭拄坎的。咱每一人拢带着上帝属天的计划伫遐来出世的。耶利米书的第1章的第5节，上帝甲迄个耶利米讲，你还未出世以前，伫你腹肚内的即个妈妈的即种母胎中间时，我就分别你做圣啊，要设你做列国的即个先知伫咧。这就是耶利米伊的即种命定伫咧。但是你会讲，我嘛毋知我的命定是啥物。上帝伫以弗所书第2章第10节讲了非常的清楚。伫遐讲，以弗所书第2章的第10节讲，因为恁是伊所做成的，受创造伫基督耶稣来行好事，就是上帝大先备办来要互咱行伊。上帝创造咱要创啥？要行好事啦。所以简单讲一句话就是啥？应神应人啦。每一项拢共款，你的命、你的计划，上帝你心中的计划甲任务，就是要应神应人。应跟上帝，佮对人有利益，只不过每一项身份无共款，每一项事业无共款，每一人的即个伫你工作的场所无共款，每一人伫无共款的时阵，伫无共款的所在所做无共款的这种代志时，安怎去应神应人啊？逐个人若拢安尼做时，咱看咱这人四线倒顶逐所在，啥物伫倒一个所在，拢伫遐咧应神应人。上帝就是照着安尼来创造咱，就是要照着安尼来应用伫伊。你敢知你的命定是啥物？上帝要爱咱伫咱的生活，伫咱的生命中间，伫遐来应神应人。咱有可能一开始的时，咱拢每一样拢是一拍小小的火尔。但是你若愿意要去行出来，做互你即个命令、即个任务的是安怎？你就结连着上帝能力。你就哪参像迄个加炭落去，啊加油落去，互即个火愈来愈旺起来。你若有加添着信心，加添着祈祷，佮加添着用即个困境，常常用即个感恩的心去面对。你就哪参像你即个细把火，加遐油，加这炭起来以后，就愈来愈旺起来。保罗对提摩太伊的提醒嘛是安尼讲。伫提摩太1书的第6章，伊也讲，为了这个缘故，我点醒你，爱你将上帝对我的下手所互你的温素，佮训制，亲像互火佮盐一样。你的温素亲像互火佮盐一样，就是拄仔所讲，咱只不过一开始生落来，咱拢是小小的这个火来去种啦定。当你甲上帝即个能力结连做伙，当你透过拄则所讲的这个时阵，愈来愈旺，愈来愈旺起来。意思就是你甲上帝能力三个结连做伙，你自然就会当过着一个丰盛的即个生命伫咧。你的命运只有你会当伫迄个所在来完成，因为上帝无
无制造一个甲你完全同款的这种复制品的。世界只有你一个，无人会当来取代你。所以你要珍惜你家己的这个身份地，你要珍惜你的命运，珍惜上帝你的任务到底要安怎去来完成。当咱会使结连到上帝的能力时，你就当体验到咱头拄所看迄个圣经在，上帝会行做着要搬过一切你所想会到的。靠人咱非常有限，但是靠上帝是无限的。所以结论来看，上帝灵灵结连意义就是咱透过熟悉上帝的话语，然后咱真正明白以后，咱对着上帝的这个手来帮助咱。安怎会当明白上帝的灵灵？就是拄要讲这四项。这四项建立信心，就是要为着得到上帝欢喜。会当继续祈祷，是要表示咱的渴慕，表示讲咱是软正，咱是谦卑的。你会当好好来运用这个困境、逆境时，是要把握着机会，会当得到成长，会当经历着主的同在的。最后一个，你要活出你的命运出来时，你就是达成主创造咱的这种目的甲任务。因为这是上帝计划，所以自然上帝要帮助咱。你就会当甲上帝的这能力三甲结连做伙，伊就要树立这个规律的。甲上帝能力结连做伙时，互咱会当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，享受上帝所享受丰盛的生命。因为你的命运已经甲上帝结连做伙啊，所以上帝就要诚侪伫咱心上的，要搬过一切咱所会当想会到、想袂到的。你毋免怀疑，因为上帝已经用伊行动来证明，伊听咱。特别今仔日是中秋主日，咱伫遮来纪念主耶稣，伊为着要世间人的罪，伊进入到伫耶路撒冷。伊伫最后一礼拜中间，咱当看周报第15页。周报第15页的所在，将咱四福音中间最后一礼拜，主耶稣最后一礼拜经节拢总写伫遮。伊去发生什么代志？主耶稣做什么代志？我望咱伫即礼拜中间会当甲这个经节拢甲看一遍。主耶稣早是伫来的即礼拜中间做了什么代志？用安尼来纪念着主会听伫咱心上。一直到伫拜四的时阵，咱就看见伊伫遐圣餐了的时阵，最后一个晚餐了时，去到伫克西马尼园，就互犹大伫遐来出卖，然后互掠到拜五时，互定十字架。然后就埋葬，罗因府第三日佫活起来，这证明了第一个耶稣是神，第二伊听咱，第三伊有能力要来帮助咱。只要咱会当甲伊三个结连做伙时，所以愿上帝祝福咱每一个人，互咱每一个人会当不断经历甲上帝的能力，会三个来结连做伙，咱就当就过着一个丰盛的生命。前咱所讲有四个，拢是咱爱一直努力的部分。上个好的部分是啥？佮甲上帝佮结连做伙，加上咱的努力伫个时，上帝祝福就临到伫咱每一人中间。这包括这个小组中间是有这三个题目。第一讲，你较无会当得到上帝手的帮助无？你对圣经上帝话语的努力毋知如何？第二，你甲上帝结连的这种上帝能力结连四个这个操练中间，你所上个需要努力的是甚物？毋通提出来当大家为着你代祷。第三，你期待今年上帝能力安怎显明伫你的心上？你会当提出来，甲大家来分享，然后做一遍祈祷，上帝特别祝福伫咱的中间，愿上帝祝福伫咱每一个人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听堂的主，阮感谢你，特别是伫即个中秋主日的时，阮搁一摆为着主你的听献上阮满心的感恩。主你到你地面上的时阵，带来互阮的罪得着下面详细来带着上帝心意，互阮会当明白。上帝心意就是伊听世间人，伊爱世间的人拢过有一个丰盛的生命伫咧。但是阮伫阮的生活中间，阮却常常感觉阮的生命哪遐尼啊艰苦伫咧。原来阮无甲主三甲来结连做伙，求主你来帮助阮。但阮今日伫遮来学习着，阮要安怎甲上帝你的能力三甲来结连做伙。阮需要透过建立迄个信心，互主得着欢喜。然后阮来继续来祈祷，表示阮的即个渴慕伫咧。
我若毋望我会当把握机会，好好来利用所有发生伫阮身上的，然后我会当活出主你伫阮身上的每一个人的即个任务伫。透过遮个，阮要甲主的能力三角来结连做伙，阮就让过着一个丰盛的生命。求主你来帮助阮，来祝福伫阮每一个人，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。这时阵，阮要同心用使徒圣经来告别阮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是耶稣基督。上帝囝，咱的主，伊对现行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场彼拉多人来受苦，顶是个死埋从落阴母，第三日一向中国啊，上天打一个全能的爸上帝大名，伊要对啊做审判人死。我是信神，我是信公共教会圣道的相通，做赦免肉体过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。